大家好，我係 Jessica。香港天氣潮濕悶熱，一轉季就好多人有頭油過多、頭痕，甚至生頭瘡問題。唔想煩，就要從根源改善，揀合適洗頭水係重要。近年大受歡迎茶樹精華洗頭水，佢天然控油，仲有消炎功效，成為解決問題王牌之選。深入剖析茶樹精華洗頭水功效，仲教你點用精選專業 salon 級洗頭水推介，幫你告別油膩扁塌髮，重拾清爽蓬鬆感。伊芝茶樹精華洗頭水唔只係控油咁簡單，加茶樹精華 Tea Tree Essence 全天然護髮成分，功效針對各種令人困擾嘅頭皮問題。一、強效控油，改善頭油，有效調節頭皮油脂分泌，減少油光滿面嘅情況，令頭髮保持乾爽，告別尷尬頭油臭味。二、抗菌消炎，預防頭瘡，天然抗菌特性有助抑制導致頭瘡細菌滋生，舒緩已生成頭瘡，係頭瘡洗頭水溫同替代品。三、舒緩頭皮痕癢，能夠有效對抗引致頭皮真菌，真正因為敏感同油脂過多而引起嘅頭皮痕癢。四、淨化毛囊，促進頭髮健康，深層清潔頭皮，清除堵塞毛囊油脂同污垢，令頭髮提供一個健康嘅生長環境，頭髮都甩少啲。五、清新潔淨感，天然清涼感，能夠即時為頭皮帶嚟舒爽感覺，特別適合喺轉季或者運動之後使用。最後，伊芝茶樹精華洗頭水優點係幫你有效清潔、活化同恢復頭部皮膚健康。用完之後冇晒頭瘡，仲唔再頭臭，清爽晒，混合泛順，有效強化肌膚同頭皮嘅天然平衡，強效保護頭皮，增強保濕度、光澤同質感。含高濃度茶樹精華，溫和同時抗菌，令頭皮健康恢復活力。